后叫他摸摸我的肚子啊，然后我爸说哇好真实，这个肚脐居然是凹的。对，我爸还说是哪个男人抓狗过来。这里，中间，闺蜜互动，闺蜜激动定妆有一个知道有这个肚子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把这个道具借回家2个礼拜，然后还跟所有的我爸我妈在一起分享，我说啊怀孕了这样，然后叫他摸摸我的肚子啊，然后我爸说哇好真实，这个肚脐居然是凹的。对，我爸还说是哪个男人抓狗过来。我那时候带回家，然后我在家里，我只要在家的时候我都带着，除了洗澡啦。但是我一直对，但我很想要，对我应该要带着洗，但我怕弄坏那个道具。但是我其实很想要带出门，我连什么平底鞋，我都那个洋装都找好，我房间就我的睡衣，有一件睡衣很适合当孕妇装，很宽的，然后很舒服。我在家里就这样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出去买个东西吧，或是丢个垃圾，或是去便利商店。但后来就想说，哇，这个不得了 ，OK 啦。我怕人家以为我是变胖，就是不是怀孕，不是也很难。就借由这个气的理由，有你刚刚这样讲，我都会记得，我下次会记得，我会随时带一个那个就是电影的那个名字这样带着。不是对，只要有狗仔，发现有狗仔，我就这样贴在肚子上，大家就知道我在干嘛。还要那个假装看不到那个记者，还讲那边哎呀腰酸背痛什么的，说哦你看。苏云化到底最近是胖了还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就一大堆问号，一大堆问号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谁？然后就开始找那个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随便找一个人拉的，比如说什么表哥表弟什么之类拉出来，他们拍一拍，哇 ，OK 啊。大哥真的很会耶，啊，很会。没有。下次会记得，对，如果再演这个戏的话。你没有带了这个之后就习惯了吗？就真的想生一个吗？真的腰好酸哦，是肯定酸啊，我觉得妈妈好辛苦腰酸、脚酸，对啊。对啊，然后里面的一定荷尔蒙如果就会改变什么，一定女生会非常不舒服。我带完，其实我就跟我爸说，你再等一下，孙子可能真的要再等一下。就没有那种感动，你看那个就是看那个 ultrasound 那个东西。拍的时候有啦，但前期训练的时候真的觉得妈妈好辛苦，就自己每天带2个礼拜的时候，吃饭也很麻烦。重点是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那时候没有老公可以使唤了，我只能使唤我爸。他又不住在我家。拍戏会使唤，不是拍摄是在家里面。我说我自己在家练习的时候啊，还是我那时候。